一個建築知識，今日同你講澳洲廁所嘅洗手盆 basin。咁澳洲廁所嘅洗手盆咧，其實分為3種嘅。第一種咧就係呢一種叫做 semi-insert 嘅 basin， 半嵌入式嘅洗手盆。咁呢種洗手盆咧就喺原有台面嘅地方咧掘咗個窿，成個擺落去，然之後擠咗一條膠。咁呢條防水嘅填縫膠咧就令到佢啲水唔會流落去，比較容易打理啲嘅。咁但係呢啲位置咧時間耐咗，一樣好容易發毛，會有黑點嘅。Semi-insert basin 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並唔係一個好深嘅洗手盆。你喺度洗手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容易啲水咧就彈咗出去噶啦。咁所以如果能夠做到嘅話咧，我通常建議客人咧可以做另外一款。第二款嘅 basin 咧就叫 above counter， 即係佢個水池咧就喺台面上面。咁台面咧純粹掘咗個窿咧係幫佢去水嘅啫。咁呢一種水池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你嘅台面咧唔能夠做到同 semi-insert 一樣咁高，因為佢 basin 本身咧已經有可能有15至20厘米嘅高度。咁如果呢個高度再加埋台面嘅高度嘅話咧，你嘅水池就會變得好高，你就要差唔多趷起隻手先至洗到，咁就唔合理啦。第三種咧就係叫 under-mount basin， 佢同 above counter 嘅 basin 咧啱啱調翻轉，張台唔係要降低，而係要升高。因為 under-mount 升咧，佢係喺台面下面嚟做水池嘅。如果呢個台面太矮嘅話咧，你每一次洗手就要彎住腰咁樣洗，好唔方便嘅。我係墨爾本嘅建築顧問Don，記得 follow 我同 Say 仔條片，我會每日話俾你知更多嘅起屋知識。